午安，歡迎大家參加我哋今日嘅知識轉移分享會。我哋好高興邀請到嚟自心理學系嘅楊建忠博士為我哋做呢次知識轉移嘅分享。今日嘅題目呢係為自閉症患者制定家居執行功能訓練計劃。咁今日咧就主要係講一個執行功能嘅一個方向咧，去了解自閉症嘅點樣可以係呢一方面去支援佢哋。咁呢四個 scenarios 咧，有邊啲需要 executive function 咧？咁啊頭兩個咧，因為一啲慣性嚟嘅一啲 habits 啊，咁係你做嘅時候就係自動波嘅，就唔使點樣諗嘅。咁呢啲咁嘅 behaviors 咧，就唔需要係執行功能嘅。咁但係下邊呢兩個情景咧，就需要執行功能，因為你要改變一啲原有嘅習慣啊，例如搭地鐵啊，原先係搭某條線去翻學嘅，而家就要可能搭巴士啊，或者搭的士啊，或者其他交通工具翻學。咁呢個就要偏離咗你嘅原本嘅習慣啊，咁呢個係需要執行功能嘅。咁一個好嘈吵啊，好多干擾嘅環境，去專注聽老師講嘢咧，呢個都需執行功能嘅，因為其他環境有啲聲音啊干擾咧，咁啊第一個反應咧就係會去留意佢哋嘅嚇。咁但係你要係去抵抗呢啲干擾啊，去專注聽老師講嘢咧，咁呢個行為咧就係需要係執行功能嘅。啊，所以最簡單執行功能嘅定義就係話，如果你要去俾一啲 efforts 去改變一啲日常嘅一啲嘅習慣，去達到一啲目標嘅目標就係例如返學或者係專注聽老師講嘢，咁咧呢啲情況咧就需要執行功能嘅。咁個 implication 就係乜嘢咧？就因為我哋喺另外嘅一啲研究就發覺啊，有一啲嘅干預或者一啲 treatment 啫，就有助去提升自閉症小朋友嘅執行功能嘅。咁所以就係話，因為如果我哋一啲有效嘅俾呢啲小朋友咧，咁係可以有助佢哋咧，就係會貼近翻正常發展嗰個水平嘅。呢度有個嗰個graphical presentation 啦。咁呢個就係一般個情況啦。咁就係話啊，如果我哋有一啲有效嘅 training 嘅話咧，可能我哋可以將呢個 gap 咧啊就可以縮細咁樣嘅。雖然未必可以完完全全係達到嗰個水平，但係就可以將呢個 gap 咧就去係 narrow down 咗佢嘅。咁所以即係根據呢啲咁嘅研究啦，過去2年前就申請一啲 funding 啦，就希望就係設計一個有效嘅執行功能嘅訓練方法啊嘅程式。咁所以咧就早前就申請咗一個 KT 嘅 Transfer Fund 咧，去設計一個電腦化遊戲啦。咁啊，早期有3個能力嘅，就係根據個三大執行功能嘅基本成分：shifting、inhibition 同埋個 working memory 啦。設計咗一個3個小遊戲嘅。咁啊，而家就最新個版本就有5種啦。咁呢啲就係呢個遊戲嘅 features 嚟嘅，就係誒將一啲基本能力啦，就會有個 training game 啦。個難度會不斷咁提升啦，而嗰個難度嘅調整咧就係自動化嘅，就唔需要係有其他人去做一個判斷嘅。咁就係話根據個表現，如果做得好咧就難度升級，一般咧就繼續做啊，做得差咧就去翻上一個等級咁樣。咁啊就亦都一個 innovative 嘅比較即係創新嘅方法，就係用一啲虛擬嘅人嘅面表情嘅圖片咧，就去做一啲訓練嘅材料嘅。即係 total 嘅每一日 training 嘅時間就係限定咗係30分鐘。咁咧初步咧就見到咧，家長問卷咧一個叫做 SRS 啦嘅一個問卷，咁啊佢有一個叫做家長填問卷就係一個 social communication 同埋一個嗰個重複性行為嘅嗰個行為嘅分數啦。咁你見到咧就係2個星期之後咧，家長嘅 report 咧就係話
佢兩方面都有一個明顯嘅進步嘅。OK，咁呢個個 effect size 就係發現有一個中等至強嘅進步嘅。咁所以就而家就有啲 validation 初步嘅 validation 結果啦，同埋一啲 efficacy 嘅結果啦，就 support 呢個 training game 咧可能有啲用嘅。咁所以嚟緊嘅方向咧就係去做一個正式嘅 study，去有 control 組嘅，有 follow up 嘅，去了解下究竟呢個 training game 對於自閉症小朋友嘅執行功能嘅影響。